难道我已经死了？为什么法力在这没有用？赶紧找到至尊宝才行。他们肯定是想为师自投罗网。为师要是回不来的话，你们就各奔东西吧。你肯定是误会了师兄的意思，是不是啊？他没有误会我的意思啊。我的意思呢，就是你赶快吃饱了，赶紧上路。我走我的。师傅，你看，不能啊。师傅呢，知道你以前呢是天庭里面的天蓬元帅，肯定是有慧根的啊。只不过呢，你现在的那个慧根呢还没有发芽，一旦发芽的话，就一发不可收拾了。哎，你可不可以不要讲那么多废话？你到底饿是不饿呀？赶快吃啊！我陪你吃完，你赶快就上路去你的真经，好不好？我们各走各的。不是啊，你听我说。师傅，大师兄怎么没有跟你一起啊？你大师兄啊，他太有个性了，所以呢，他现在暂时应该不会跟我们一起去取西经了。师傅暂时也没什么办法的了。你听师傅，你可不可以不要讲这么多？你听我说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为什么会把我捡回来？你为什么捡我回来还要给我东西吃？为什么你给我东西吃呢？你还要等我吃完才走？那是因为你的本性真的很善良，善良的你自己都不知道，你有多喜欢我，你都不知道。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呐！师傅，咱们回去休息吧。我不能休息，我睡不着，我一闭上眼睛全都是佛祖啊！你知不知道谁是佛祖？佛祖就是如来，是我的师傅，就像我是你的师傅一样。他一定在责备我，我这么小的事就做不好，怎么去西天取经？我还没有感化大师兄，我真的是……师傅，都怪我无能，帮不了你。你不是无能，你是悟净啊！而且你不是无能啊，你是能力不足啊。其实啊，你已经很乖了，你起码留下了二师兄。我觉得二师兄不是真正想留下来，其实我觉得他是没有地方去了。他没有地方去呢，就证明他没有人生目标啊。他有了人生目标之后，他就知道自己要去哪儿了。那么二师兄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呢？找到大师兄，和我们一起去西天取经。哎，悟净，你来干什么？哎呀，我起来嘘嘘。哦，一起呀，不如。好啊。老板，给我来2两迷药。你看什么看呀？有生意你不做？你要迷药干嘛？我要迷药干嘛？你问那么多。看你的面相印堂发暗，你心里很烦闷，想甩掉身边的人。我印堂真的发暗吗？你谁呀？我是不是说对了？要不要一起联手？我可以帮你。怎么帮我呀？咱们得先商量个对策。什么对策呀？首先，你不能激怒他，不然你小命难保。其次，让他对你彻底死心，他就会离开。哦，明白了。拿迷药。啊，对。再见。等等，年轻人不要着急嘛。你身边这位姑娘非同凡人，咱们得商量个对策。又商量个对策？哎，说。清明湖这个地方你知道吗？我哪知道？那好，
告诉你身边那个姑娘，清明湖可以鉴别你们俩的情分，让她到那儿去，这你能做到吧？小意思，没问题。沈君，看来你的变身术退步了。刚才变身一点表情都没有啊！看来回去我得再练练了。此人言辞闪烁，不能全信。加上你，咱们5个，为什么怕紫霞呢？看来你很自信了，那我应该给你个机会啊。紫霞，你渴吗？你看，看什么呀？你看这朵花，独自怒放在这么多花花草草中，像不像明玉首领对阿江的爱啊？紫霞，是又怎么样？也像我对你的爱啊。我们一天没吃东西了，渴吗？要不要喝点椰子汁啊？好啊。糟了！啊！紫霞，对不起。别说了，赶紧走。干什么呀？啊？你知不知道我跟你在一起就是为了月光宝盒？我在椰子里刚才下了药，但是我又不想那么做了。我求求你放了我行不行？把月光宝盒给我。你不想给我喝下了药的椰汁，是不是心里有我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跟你永远在一起。难道我们没可能吗？有可能。行了吧，我怕了你了，行不行？我看你也是见识多广的人。你知道清明湖吗？听说那个地方能够辨别我们的真心，你敢去吗？好，跟我走。师弟啊，我好饿啊！师傅，师傅，人呢？哦，他们终于知难而退了。替我找人生目标，神经病啊！我的盘缠呢？啊，我的钱哪去了？不是慢点。留一点给路上的小动物吃。还给我！拿走。我说的不是这个啊！你拿了你二师兄什么东西啊？快还给他！师傅，我就拿走二师兄一些粪土而已。什么粪土？你家粪土长什么样？那是我做妖怪多少年辛辛苦苦攒下来的盘缠呢，被你们换成这个？师傅总说金钱如粪土，这些不是粪土是什么？为师好像没这么说过吧？师傅你说过，你还说过呢，人们总会因为转眼的快乐而忘记人生的目标。啊，这个我确实说过啊。你们两个不要演戏了，好了，这些算我请的，好了，剩下的还给我。没有了，都买馒头了。你也吃一点，很浪费的。好，你们等着。喂，老板娘，那2个人呢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，但是他们吃馒头的钱是我的。这样，你先把我的钱还给我，一会儿再找他们要，好不好？
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干嘛呀你？打劫呀？我不是打劫的，我真的不认识他们。你认识他不认识他们跟我没关系，反正你拿我的钱就不行。喂，我警告你，跟我讲话客气一点，看清楚，我可是妖怪，小心我把你吃掉。哎，妖怪，我好怕呀！怕了吧？哎，老娘天天见着太多了，我叫你找我，你吃我叫你吃我，叫你吃我吃我。我真是妖怪，我告诉你，我这位女施主，你听我说，他呢是我的徒弟，你原谅他，不要打他了。老板，钱在这儿，来，给你付了。那是我的钱，现在是他的了。不能啊！你听师傅跟你说哈，钱财呢乃身外之物，要视钱财如粪土。正所谓千金散尽，还复来。哪怕我们没有了钱，你肚子饿了，师傅可以去帮你化缘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！乖呀，乖。走，师傅。不好意思啊。慢走啊，有时间过来。喂，馒头给我。我饿了，看什么看？你不是刚吃的吗？废话啊，那个馒头是用我的盘缠买的。再说了，饿了就吃，困了就睡，怎么了？给我。你当吃药了，2小时吃一次。悟净啊，给你师兄。二师兄说的对呀，没有二师兄哪儿来的馒头？给他吃。就是啊，师傅不是也讲过吗？东西吃完了可以去化缘喽。拿来。不是二师兄，快点啊！你这一路上走过来，荒郊野岭的，去哪儿化缘呢？悟净啊，天无绝人之路，而且只要你有一颗坚定的一心向佛的决心，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事情做不到的。快点给他，给他，一个哪够啊？都给他。给他。我离这高，我离这高。仙子，哎呀，之前你也是在这儿编出10桌10凳，面带桃花在这儿等人。哎，这就是你要等的那个人啊？正是。不是你看什么看呀，你老师，赶紧说我们俩行不行？别浪费时间啊！哈，你心虚了。那万一行呢？没有万一，就是不可能，明白了吗？胡主啊，我这次来呢，主要是为了一个前世的约定，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跟这个男人的前世今生。不急，哎，你知道的，我这个人呢有点3八的，让我3八一下吧。啊，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？我告诉你，就是因为我手欠，把他那个破剑拔出来了，他就说我是他的意中人。这是上天安排的，你怎么就是不信呢？我信个屁呀！我啊，你说上天安排就上天安排，我还说我跟白晶晶才是最佳一对呢。你死心吧啊！我告诉你，怎么了？伤心了？你要哭啊？赶紧哭啊！啊，你看这。你们是一对欢喜冤家，我说你，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能对紫砂仙子如此无礼呢？我实话告诉你，老头，我早就已经烦他。
那你为什么不走啊？月光宝盒给我就走。嘿嘿，年轻人，感情这个东西啊，是说不准的。就像你今天爱这个人，明天说不定你就爱那个。就像你今天喜欢吃包子，明天喜欢吃面条一样，你何苦执迷不悟呢？你啰不啰嗦呀，老头儿？啊，我不挑食，我告诉你。嘿，哎呦，你跟我在一起，就是为了月光宝盒啊？没错，我就是为了月光宝盒。好。紫霞，你原本是如来佛祖的灯芯，如今私下凡间，冒犯天规，今天就要将你正法。我说是谁呢？原来是你这个三眼怪啊！你不在天庭好好陪你的哮天犬，跑人间给我捣什么乱呢？速速就擒！摆阵！只羡鸳鸯不羡仙，我偏不。你别不呀！你把月光宝盒给我回去当你的神仙多好啊！你闭嘴！想用幻阵收服我，没那么容易。至尊宝，我告诉你，只要你坚定自己的内心，就一定能平安出来。你说的真容易，坚定什么呀？坚定，我都成什么样了？至尊宝！这个声音好熟悉，好像我小时候的声音。就叫他至尊宝吧。宝啊！爹，娘。爹，娘。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宝啊，马上快七夕了，有没有找着媳妇儿啊？找着了呀，回头我就把她带过来见你们。叫什么名字啊？白晶晶。咦，不是叫紫霞吗？白晶晶跟紫霞是同一个人吗？不是啊，白晶晶是白晶晶，紫霞是紫霞。那你爱的是谁呀？从名字上看，我觉得紫霞挺好，白晶晶也不错。儿子，别让自己后悔啊！爹，娘，爹。这什么鬼地方？要真诚地面对内心。说实话哦。好，实话，实话。真的是被情所困，什么紫霞，什么白晶晶，弄得我头都快炸了。我要回500年后找白晶晶，那紫霞岂不是很伤心？这可怎么办？
而且他还是我的主人，我还答应了白剑清。烦死了！至尊宝，至尊宝，你认不清自己的内心，受这个噪音的折磨，我是神仙也帮不了你啊！快醒醒！哼，你这个三眼怪，现在越来越让人失望了。这点雕虫小技就想困住我？废话少说，今天定要拿你回天庭！哎呦，那就看你本事吧！忍心让你深爱的男人受苦吗？再不束手就擒，他将永远迷失在这幻境之中。至尊宝，出来找我理论呢！谁毁了我的玉佩？紫霞，你若不听劝告，以后可别后悔。只羡鸳鸯不羡仙，后悔就后悔。我们走。至尊宝，你没事吧？我说你们神仙都搞什么？是不是不把我们当人看？我差点死在里面了，你知道吗？还有那二郎神是不是毁了我的玉坠？我要去找他算账。对不起，其实是我看你出不来，不得已去。算了算了，还是先别发火，一定要先拿到月光宝盒才行。算了，反正你也不是故意的。刚刚那什么东西啊？啊，幻阵，迷失心智的玩意儿，你没事吧？还好人间没这个东西，不然我们连谎都说不了。你知道你为什么出不来吗？不是已经出来了吗？先离开这儿吧。你犹豫，是因为你也喜欢我吗？哎呀，兄弟，兄弟，兄弟，那个阿弥陀佛，我们师徒三人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，有没有东西给我们吃啊？我也1、2天没吃东西了，去哪儿给你们找东西吃？不要杀生啊！哪有生物啊？这，兄弟，这方圆几里都没有东西吃吗？你看这么大的山，我都跑遍了，野果野菜。什么都没有啊！哎，
你们要去里边呢？正是啊。我劝你们别去了，去了会饿死的，什么都没有。阿弥陀佛。哎，不能啊，我们要往这个方向走才是啊。刚刚他有讲啊，再往里走会饿死的，师傅。哎呀，不要担心啊！你听师傅跟你说，只要我们有一颗坚定的、一心向佛的决心，就会所有的困难迎刃而解。哎，你看旁边有一条河啊，我们喝水也是可以果腹的。不行，我走不动了，师傅。好了，好，师傅这里呀，还有一小块馒头啊，那。你看，吃了之后有没有感觉好一些？这里还有一些渣。师傅，你保存点体力吧，少说点话。来，听话，来听话，都吃了，我们就一起走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一切呢，都是佛祖给我们的考验啊。师弟，找到吃的没有啊？啊，真没有，真没有。可是我好饿啊！我都找了好几遍了，不是我不找啊。不能啊！其实呢，多喝一些水也是可以果腹的。师傅，我已经喝了好多水了，我现在肚子里全是水啊！我要吃东西呀！你再喝一点呢，再喝一点，说不定就撑了就不饿了。二师兄，你再忍一忍。师傅说了，只要心里想着不饿，自然就不饿了。看什么看呀？不是我，也不是我，是我。出家人不打诳语。哇，好可爱呀！二师兄，师傅说的对呀。好香啊！师傅，二师兄说的对呀。等等我啊！哎，小白兔，我们做朋友好不好啊？你是喜欢被红烧啊，还是喜欢被清蒸啊？啊，兔兔，哇，好可爱呀！是吧？哎，赶快帮忙去烧水啊！你要给它洗澡啊？你不要吃了它。当然不是啦，我唱歌给他听啊！你有病吧？这时候不吃它，想饿死我啊！哎呀，徒弟啊，你不能啊，这犯了杀戒，万万不可啊！是啊，我跟你讲，师傅，如果我不吃掉它，我同样是犯了杀戒。为什么？我这等于是自杀啊！我活活把自己饿死啊！你们是不是有病啊？啊，帮忙！不帮忙算了。但我告诉你啊，谁不许拦着我啊！哎，徒弟啊！二师兄，哎，知道吗？刚才我的紫青宝剑发出了嘟嘟的讯号，这说明我终于找到我的意中人了。什么嘟？嘟，对不对？这是你在读，又不是剑在读。哎呀，我知道，你听不见我才读给你听的嘛。完了，这一天终于来了，我好害怕，我真的不骗你，我好害怕。怕什么呀？这份姻缘是上天安排的，你说我怕不怕？又来了啊！我的心在跳，我的宝剑在嘟，至尊宝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我知道你想干什么，但是我有老婆了。哎呦，我知道啊，可是这份姻缘是上天安排的，我也没办法。你现在呀，也只能甩掉你那个老婆，然后跟我一起走。
好啊。那我们立刻开始这段感情吧。行，立刻开始。你先亲我一下。月光宝盒给我吧。你骗我，你根本不想亲我。我是认真的。月光宝盒给我行吗？要不要我把心挖出来给你看一看啊？不用，我自己来。哇，你的心怎么像椰子一样？小姐，不可否认我长得丑，可是我很温柔，而且永远不会说谎。那你老实告诉我，他跟他娘子是不是很恩爱呀？你看什么看？踢死你！有病！大哥啊，大哥，怎么？傻子，傻子，傻子，你说什么？大傻子，傻子？来，哟！你好，大哥啊，他真的不动啊？不动。走。爽！我懂了。怎么样？搜到什么没有？大哥，没有，什么都没有啊！哎，我说你们几位老兄啊，什么意思呀？到处摸我？他不是傻子啊！对不起啊，帅哥，我们经过看你站那儿不动，看你高富帅，身材又不错，所以想了解一下。没事。对。这样啊，那行，那你们继续了，继续。伸个手。说什么？我没说什么呀。哦，没有啊。继续，没事，快，拿开！呀！看见没有，妖怪，走啊！走啊！你到底闹够了没有？我对你说的都是真心的。喂，你怎么出来了呀？你果然没撒谎，这下我相信你了。行，你等我回去跟娘子把事情都说清楚了，然后再回来跟你长相厮守。不行，我刚刚得知你的心意，不想这么快就跟你分开，你再陪我一天好不好？最后一天。人生不相见，动如参与商。趁着还在一起，想到的事情就要马上去做，不然可能以后都没机会了。你再陪我一天，我就把月光宝盒给你。走吧。
忍一忍啊，没有什么痛苦的，我保证。其实我也是在帮你啊，你早一点去投胎，下一辈子找好人家，好不好？那我来喽。哎呀，徒弟呀，不能！哎，师傅你们来了，你们想通了？你想吃哪块？我给你留一个，我留一条大腿，好不好？不能啊！你要想通啊！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很蹊跷的？师傅，我实在是管不了许多了，我真的好饿啊！你听为师说，刚才那个猎户都已经说了，这荒山野岭连能吃的野果子都没有，哪来的兔子呀？不要跟我说话好不好？而且还是白色的。闭嘴啊！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我不想听你说话。那就听我说。我不想跟你说话，你个满脸是毛的家伙！闭嘴！你们吃不吃？不吃不要捣乱。阿弥陀佛，徒弟，你今天是不是非要吃这只兔子啊？如果是的话，不如这样啊。师傅，你要干嘛？师傅不要，二师兄，二师兄，二师兄，师傅，二师兄，二师兄，好啊，不要拦着他，他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啊。二师兄，哥，前有如来佛祖释迦牟尼割肉喂鹰，舍身喂虎。今有我唐三藏割肉喂徒弟。师傅，徒弟和兔子一个都不能死。师傅，二师兄，二师兄，二师兄，好了。不吃就不吃了，搞得那么煽情干嘛？我把它放开就是了。我的兔子呢？哎，兔子小白兔呢？玉帝大人，哎，玉帝哥哥，猪八戒，本以为让你陪在唐僧身边能改变你的妖性，没想到你变本加厉。你终于出现了啊！我没去找你呢。你当初只是跟我讲陪姓唐的和尚去取经，哪讲的这么啰嗦啊？他也是为你好啊！这只兔子也是我特意安排一路上试探你的，看看你是否心甘情愿陪唐三藏去取经。但是没想到，你果然妖性未除。哦，玉帝大人，这个局是你布的呀？当然。玉帝哥哥，贫僧有一件问题想要问你一下。问吧。你平时吃的饭是谁做的？食神呢？为什么吃他做的饭啊？因为做的好吃。那你是不是很信任他？那是当然。那就对了，你呢？那你吃食神做的饭呢？把他留在身边，是因为你信任他。你把猪八戒放在我身边陪我去西天取经，你也应该信任他。但是你现在却试探他，这个事情我就不是很开心了。所谓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，你是不是觉得他无药可救？你是不是觉得他烂泥扶不上墙？你是不是对他有成见？